你好，我们全家出国要办理护照，旅行社建议我们过来办理人别确认手续。你好，我哋幾個人愛出國去，需要辦理護照。旅行社建議我哋來這位辦理人別確認手續。你好，我哋幾個人愛出國去，需要辦理護照。旅行社建議我哋來這位辦理人別確認手續。好的，出去走走很好。好，出外撈公見都好。好，出外撈公見都好。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。讀萬卷書唔當行萬里路。讀萬卷書唔當行萬里路。請先給我相片，一位需要2張。先不愛，日沙愛2種。先不愛，日沙愛2種。還有你們夫妻的身份證，小朋友的戶口名簿。愛你兩公婆嘅身份證，小朋友嘅戶口名簿。愛你兩公婆嘅身份證，小朋友嘅戶口名簿。小朋友，請問你叫什麼名字啊？小朋友，請問你按到乜嘅名？小朋友，請問你按到乜嘅名？阿姨，我叫張永志。阿姨，我按到張永志。阿姨，我按到張永志。張永志啊，我們先填寫張永志的護照申請書。張永志啊，我哋先寫張永志嘅護照申請書。張永志啊，我哋先寫張永志嘅護照申請書。你們是爸爸還是媽媽當申請人？你哋係阿爸亦係阿妹做申請人。你哋係阿爸亦係阿妹做申請人。我來好了。我來好累啦，我來好累啦。你們從第一欄填寫，包括聯絡電話。你哋對第一欄開始寫，包含聯絡電話。你哋對第一欄開始寫，包含聯絡電話。緊急聯絡人，彼此的關係。緊急聯絡人，你哋之間嘅關係。緊急聯絡人，你哋之間嘅關係。這邊請貼上母親的身份證影本。呢篇愛答阿妹嘅身份證樣影本。呢篇愛答阿妹嘅身份證樣影本。申請人就幫小朋友簽名，旁邊寫上母代。申請人就讓小朋友簽名，旁順注明母代。申請人就讓小朋友簽名，旁順注明母代。好的。好啊，好啊。好的，這裡請你簽名。這個是爸爸。爸爸好好笑哦。好，呢位請你簽名。又係我爸，阿爸都好笑。好，呢位請你簽名。又係我爸，阿爸都好笑。為什麼爸爸好好笑呢？那這張是誰的？這張是我。阿爸做乜嘅都好笑？該呢張係馬莎。呢張係我。阿爸做乜嘅都好笑？該呢張係馬莎。呢張係我。好了，這3份申請書還給你。好嘞，呢3份申請書還你。好嘞，呢3份申請書還你。現在上面都有加蓋人別確認章。呢下面檔都有加載人別確認人。呢下面檔都有加載人別確認人。你們拿這份申請書去辦護照。你哋拿2份申請書去辦護照。你哋拿2份申請書去辦護照。可以自己去外交部辦理。做得自家去外交部辦理。做得自家去外交部辦理。或是請旅行社幫你們代辦都可以。或者請旅行社代理你哋辦，簽做得。或者請旅行社代理你哋辦，簽做得。媽媽，我也要一張。好啦好啦，等一下。阿妹，我咪要一張。好啦好啦，等一下。阿妹，我咪要一張。好啦好啦，等一下。小姐，謝謝你哦。我要拿我的。小子，希望你哦。我會拿我的。小子，希望你哦。我會拿我的。
请慢走哦。顺行哦，顺行哦。